讲到咱国内最近这确诊病例变真多，医护人员的负担也变较大，甚至这急诊塞车患者家属对这医护人员就是起骹动手。今仔日无共党派立委做伙召开记者会，回复政府就要赶紧解决这医护人员甲患者比例问题。 将青花球献予护理人员，感谢因即阵的辛劳。下党派立委11召开记者会，庆祝5月12号护士节。不过嘛指出，在这波疫情之下，护理人员负担加重，因为急诊塞车嘛出现医疗暴力的事件。重度才可以住院，所以我们有些情况在1比5、1比6，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照顾。以医学中心来看，我看到有的资料是白天是照顾到1比6到1比7，小夜班可能要到1比10到1比12。 那大夜班差不多这种状况，12到15左右，民众应该也急。我们都了解，民众是非常的担心的，每个都觉得我最重要。口头的暴力也好，肢体的暴力也好，都会在医院里面层出不穷。针对医护人员过劳的状况，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伫7日的记者会表示，希望这上尾一战大家会使经过。工会回应，希望中央要是爱做好任务的分工。医疗人力放在目前的医院里面。 然后呢，社区的筛检，或是我们目前的电话关怀的这个部分，能够委由社区的基层诊所来共同承担。工会表示，台湾护病比评美国、澳洲等等本来就较悬，针对即马搁再提悬的状况，因呼吁应该提供充足的补偿，亲像津贴制度等等，应该赶紧来制定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